Jeremy，喂，呢場戲咧，你有好多角色要做喎，同一時間要照顧晒全屋嘅需要。試下。OK，Action。老公，阿仔，哇！搞到你好似識分身咁喎。我都想啊。分身你得嘅，呢份愛與行人壽保險計劃可以分拆3份，兼顧晒你喺屋企每個角色嘅需要。一份俾阿爸阿媽退休環遊世界慢慢嘆，一份俾自己第時用，輕鬆多過被動收入。又或者第時阿女結婚可以安排一筆過俾佢喎。咪住，咁第時阿女去外國讀書，咁點算？放心喎，仲有一份俾阿女，佢可以喺份保單度定期攞現金做佢每月嘅生活費。全家人仲有個意外保障添，有愛與行人壽保險計劃，分身做好每個角色，守護每個屋企人。成功投保可享首年保費折扣優惠，嚟恒心揾我哋傾下。導演埋位啦！係你喎，唔係你啊，你喎，係你啊，你